樓市方面，今年頭10個月樓價已經升1成，整體樓價比97年高峰高6%。曾俊華話：政府會密切留意情況，按需要推出措施。而家先一陣翻嚟報道，高院頒發金鐘嘅臨時時間。高等法院頒出金鐘部分路段嘅臨時禁制令，但就未定出幾時執行。申請禁制令嘅公司要喺星期4晏晝2點之前遞交補充資料，包括涉及範圍、路段、得主資料等等，再等法庭指示幾時可以執行。同我哋嘅律師團體、律師代表去傾點樣去做，我諗都係會揾呢個執達主任去幫手協助去清呢個路障。咁如果有需要，警方會協助。但大家見到過去一個禮拜，旺角嘅清場之後，都仲有好多問題衍生。我相信政府同警方亦都希望能夠有一個更好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禁制令嘅範圍係介乎大會堂至到愛丁堡廣場一段干諾道中嘅東行線、解放軍軍營對出嘅夏慤道東行線同紅棉路部分南行線。而政府總部對出嘅一段夏慤道就唔受影響。共中係分別透過旗下嘅冠忠遊覽車公司同跨境全日通公司申請禁制令。法官歐慶祥喺判詞入面指出，全日通提出受佔領行動影響，造成69萬幾蚊嘅損失，認為要透過正式審訊嚟處理。如果頒布臨時禁制令，如果正式審理嗰陣全日通獲勝訴，會難以向佔領者追討，所以同意先批出臨時禁制令。至於冠忠遊覽車公司損失就唔算重大，所以拒絕申請。今次嘅命令同之前就旺角佔領區發出嘅臨時禁制令一樣，講明任何人如果阻礙執達主任執行臨時禁制令，都有可能構成藐視法庭，而警方係有權拘捕任何懷疑藐視法庭嘅人。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聯署譴責學生以立法會作為包圍政府總部行動嘅指揮中心。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就話指控冇根據。學聯同埋學民思潮星期日公佈包圍政府總部之前，部分成員曾經入到去立法會範圍。其中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帶一袋即食麵，由梁國雄議員助理帶入立法會大樓。據了解，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亦都有入到去大樓。40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聯署，強烈譴責學聯同埋學民思潮多名嘅負責人，意圖以立法會大樓作為包圍同埋暴力衝擊政府總部嘅指揮部，我哋對此係感到十分憤怒。有建制派議員亦都話，除咗以行政方法，亦都可以以立法會嘅名義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阻止學聯同埋學民思潮嘅成員入到嚟立法會大樓入面。社民連嘅梁國雄承認曾經招待學聯同埋學民思潮代表入到去立法會，認為並冇不妥。有一齊被捕，我好為佢哋感覺到驕傲。佢係我哋嘅貴，佢係我嘅貴賓。我絕對唔會懷疑佢哋嘅動機。學民思潮就話，立法會並唔係佔領運動嘅指揮中心，佢哋只係喺立法會度寫聲明。立法會秘書處話，行管會星期2會開會去傾佔領運動期間立法會大樓嘅保安安排。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港股急挫超過600點，係近10個月以嚟最大跌幅。內地製造業數據差，加上佔領行動持續，港股裂口低開超過300點之後，越跌越急，收市報23,367點，跌620點，成交增加至過千億。國際油價急跌，昆侖能源、中海油、中石油同埋中石化跌幅係4%至到半成。設備股沽壓更加大，巨圖、海龍同埋安東油田跌超過1成。澳門博彩收入連跌6個月，賭業股跟隨大市回落。港鐵由下個星期開始加強將軍澳線嘅服務，一個星期增加200幾班車。繁忙時間搭港鐵將軍澳線過海，成日大排長龍。港鐵宣布下個星期一開始，將軍澳線每個星期增加237班列車，主要集中喺朝早同埋黃昏嘅繁忙時間。期間列車服務安排會由目前嘅3+1變為2+1，亦都即係每3班去寶林，1班去康城站，改為每2班去寶林，1班去康城。預料整體載客量可以提升11.5%。
而列車嘅等候時間亦都可以比現時縮短半分鐘到3分鐘不等。港鐵強調，來往北角同寶林站嘅列車班次會維持不變，亦都已經進行一系列測試，評估對其他車站嘅影響。譬如將軍路線同呢個港島線嗰個銜接通過咗呢個模擬測試之後咧，我哋亦都喺現場做測試。咁我哋喺過去嘅機會咧，都喺現場即係做個測試，咁啊發覺到呢個情況咧係可以接受嘅。港鐵又會由星期2開始推出新版本嘅手機應用程式，將服務擴展到將軍路線。市民透過手提電話就可以查閱到未來4班列車嘅實時資訊。無線電視記者趙佩如報道。喂，美國咧就嚟會試飛新一代太空船喎。係啊，佢哋咧嘅目標就唔係咧要去太空站或者係月球啊，而係想載人去火星。Orion is NASA's next generation spacecraft. Built with versatility in mind, it can take astronauts deeper into space than we've ever gone before. 肩負完整使命，要護助太空船喺佛羅里達州甘迺迪太空中心做最後準備。今次嘅試飛唔會載人，主要係測試飛船嘅系統，收集數據。獵戶座升空之後，會圍繞地球2個圈，上到距離地面5800公里嘅太空。途中穿越范艾倫輻射帶呢一個危險嘅地方，嗰個範圍嘅高輻射可能會影響導航系統同埋電子零件。裝上過千個感應器嘅太空船會記錄輻射程度分析。到回程嘅時候，以每小時3萬幾公里嘅速度進入地球大氣層，飛船要承受攝氏2000幾度高溫，考驗飛船嘅隔熱能力，係測試嘅另一個關鍵地方。打開2次降落傘，落到加州西面嘅太平洋海域。整個試飛任務預計歷時4個半鐘，花費3億7千萬美元。預計去到2021年載人飛行，將太空人帶到小行星，甚至係火星。無線電視記者胡若明報導。新聞報導完，再會。